觀塘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睇埋各大城市天氣。江門落雨，廣州落雨，澳門雷暴。惠州、潮州、廈門落雨，上海落雨，北京雷暴，瀋陽雷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東京雷暴，澳洲大市驟雨，馬尼拉雷暴，墨爾本落雨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明朗。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有霧。紐約天晴，多倫多明朗。倫敦明朗，巴黎天晴，阿姆斯特丹驟雨，法蘭克福有霧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品味藏於細微，你啲髮色唔夠似，點得又唔均，頭髮咁重要嘅細節點可以咁求其？Salon de Pro 食自然，染無味，4重亮髮焗油成分，護染同步，完美遮白，男女都啱用。你啲白髮都散得出嚟嘅喎，用佢一掃白髮出色，細節決定品味。日本number one無味染 ，Only Salon de Pro。荷蘭美素佳怡，全港唯一 Check Easy 奶源追溯系統，全程監控，安全可靠。